嘉义市永过伫咧学校休热的时阵，拢会举办大型的科学活动，让家长甲囡仔会当有实际的科学体验。今年虽然受到疫情的影响，是先取消，不过中小学也是有替学生准备各种无共款科学的道具，希望学生踮伫厝练的时阵，会当甲爸母做伙哪算哪学。休热的时间，家己市各小的老师也是爱无闲来做道具，让学生伫厝会当来学习科学的知识。前一阵子大家在停课期间，大部分都不管是同步或是非同步的线上教学，其实孩子都一直在看荧幕。所以我们这一次在暑假这一次的宝盒里面设计活动，希望多一点点就是用实作的方式。家己市逐当伫休热的时间，拢会来举办科学破烂学的活动。但是今年因为疫情取消，所以家己市决定让各学校家己来准备，配合学生学习的科学课程。各校透过不同的科学课程的设计，将各种不同学习年段的科学媒材放入我们的科学宝盒里面，然后让家长陪同我们孩子一同来实现双手万能、科学在手。这届家己市所有的高中小准备的这个科学盒仔，总共有2万外个，每一间学校拢无同。教育处表示，科学168活动取消，但是学生的科学教育袂当受到影响。希望这个道具会当让学生除了看荧幕，嘛有动手体验的学习。记者林伟霆，嘉义报道。